上星期六嘅元朗大棠撞車案，網上流傳一段懷疑係由涉事小巴司機拍攝嘅片段，可以見到個小巴司機向企圖襲擊佢嘅男人叫囂。吹雞，明仔啊呢個，係啊，過啊，係咪嚟啊？過啊，嚟啊，啊，係咪啊喂？又走啊！嗰個男人離開鏡頭之後，小巴司機駛向前面，同另一個男人爭執。打邊個啊？我哋打邊個？事發喺上星期六朝早10點幾，元朗大棠路近水蕉新村路。呢次事件懷疑涉及大棠小巴線嘅黑幫內鬥。警方喺同日中午時分拉咗其中2人，分別係30歲姓李同埋37歲姓賴嘅男人，淨係通緝其餘4人，包括係涉事嘅41歲姓陳嘅小巴司機。案件交由元朗警區反三合會行動組跟進。